38首、38首，俄勒全能的主上帝。俄勒全能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咯，伊做你大开来，拯救你着俄勒尊重，听见人着真水的圣殿，甲我当心欢喜称赞。第二节，俄勒万有的主上帝，管理实在记，保护照顾你袂受害，软弱的主治，你叫无看，心内所隐无的事，叫伊明明地着受事。第二首是617首，617首。上帝啊，伫你园内，上帝啊，伫你园内。上帝啊，上帝，伫你园内有必合配，清楚清芳，世间虽有无数芳味，我心多多心无离旁。上帝啊，上帝，伫你园内，清早起来，听你声音，有阿母也给你面回顶落水。日光照明，上帝啊，上帝，伫你园内，予我真多志长好手，顶悬的你我最起笔，结出你，所以爱过己。诗人讲，咱就要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勒入伊的院，咱令耶和华做咱上美好的一个产业祝福。这时阵，咱要做伙来吟诗俄勒敬拜咱的上帝。大家请起立，我们又在一起。咱要做伙用拍手跳舞来俄勒上帝。我们又在一起，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我们一起来动动我们的身体。
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我们又在一起，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举起我们的手，耶稣，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这个时阵，咱边仔遐的姊妹甲伊讲，耶稣是咱唯一的盼望，耶稣是咱问题解决，请坐。奇妙恩典，何等甘甜，救咱每一个人脱离罪愆，情咱失迷，打得回归，失明的打得看见，主拯救咱来到伫伊的十股下，咱用感谢的心来吟。奇妙恩典，何等
时阵，咱将咱的手还伫咱的心，兄弟姊妹，伫你的心中，佮有啥物种的惊吓？佮有啥物种的郁闷、苦痛、妖恶、危险、试炼、落望，伫咧影响你的心、你的心？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奇妙的稳定的内面，伫奇妙稳定的内面，咱领受主的救恩，咱黑暗的灵性要搁一摆变作光明，灵性的失明单要得到看见。咱用祈祷，咱同心开嘴来祈祷，将咱的艰难、苦痛、重担拢交托伫主的手中，互咱的心灵轻松自在。因为耶稣是咱唯一问题的解决，咱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上帝，阮伫你面前恳求你来帮助阮，祝福阮的心伫你面前来得到开换，艰难的一切、重担忧苦的一切，主你是阮一切问题的解决，你嘛是阮唯一的愿望。互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祝福你的心来看教阮，来帮助阮。主是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你是阮唯一的愿望，你嘛是阮生命问题唯一的解决。互阮无搁再靠阮家己的气力，互阮会晓得知要怎样，互主你的气力成做阮的气力，凡事拢会当。主，因为你是拯救阮的神，你是创造阮的神，你是捌阮搁疼阮的神。阮应该将阮家己的双手，阮脚所要踏的道路，交伫你的手中，用坚固深信的心来深深倚靠你，凡事拢有主你美好的带领。就算伫艰难、试验、落望、危险、妖恶、苦痛，主你的恩带阮安然稳当，你的手也扛阮，免得失望。经过最最试炼，经过最最试炼，落望亏欠骄傲苦痛，这阮带我安然稳当，看我面的希望。主，阮将众人所吟的祈祷交伫你的手中，你已经听见阮的祈祷，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主耶稣讲：出来无毋是爱偷、爱抬、爱灭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我，阁有丰盛。现在咱大家起立来念圣诗第38首。阿罗全能的主上帝，阿罗全能的主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阮的阿爸爸上帝，奇妙恩典何等甘甜，耶和华你开痴迷人的目睭，扶起受压制的人，你疼惜义人。虽然阮的性命也会拄着恶担当的代志，但是你是阮快乐的源头，是阮唯一的盼望。阮对阮的心灵甲信息出欢喜的声来学乐你的圣尊名。阮也思考，因为阮人类的自私，阮来破坏了环境生态。直到有的所在近远，有的所在遥无，通过遮个代志，帮助阮转来到你的面前。来反省阮甲你的关系，阮甲人甲环境的关系，带领阮领受你对你来真正的平安。今仔日是文理奉献的主日，感谢上帝，你引带但以你
但伊理无私来到阮中间，透过文字，阮要来听上帝的话，分享见证你所想事的恩典。求你祝福所有的文字事工，会当伫福音内底做美好的见证。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磨；城市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倚靠耶和华的人，亲像隐隐徛在未摇出来的锡安山。这是上帝你对阮的应允。阮求上帝你开阮的目睭，互阮知你创造拣选阮的心意。拣选阮做你的学生，听你的话，嘛着行踏出你的欢喜，做你忠心搁好的路步。阿爸爸上帝，帮助阮安静心，专务来听你的话。伫你的话内底有望有智慧，阮羡慕你的教示的话，来去做阮生命，甲阮的教会三重是有根基的，通互众人知，阮是你的学生，是150年教会的信徒，有上帝信心的果子，伫阮的心上发出的清芳。愿今日的敬拜，得着上帝信心的引带甲感动，互阮每一个人伫主基督内面，坚固阮生命的根基，领受丰盛的生命，也来见证平安甲喜乐的信仰。敬虔拜入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心事愿明白。启应，今日咱要同做来启应的是第2篇启应文第2篇诗篇第一篇，咱掀开后壁面999页，掀着兄姐我来客，咱同做来吟。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坐嫉妒者的位，伊爱慕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叶嘛袂焦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这点圣歌队尾，转了来献诗。主，阮求近你；主，阮求近你。
主愿就群你，至圣至大，鞠躬敬拜你。感谢圣歌队带领咱水的歌声献给上帝。即个咱要同齐起立，用信仰、用许多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咱同齐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并是摕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庭，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上帝，做下列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啊，这请坐。即日咱要来领受上帝的话。今日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书》第6章43节到45节。咱同齐来领受伫新约73页。路加福音第6章43到45节，现在我来为大家读。因为无有好树结歹果子，也无有歹树结好果子。因为逐丛树对伊家己的果子来捌伊。刺皮内无人挽无花果，草刺内无人摘葡萄。好人对伊的心所结出的好来发出好，歹人对伊所结出的歹来发出歹，因为对心所充满的，喙就讲出。以上。今日咱真欢喜，今日是文理传道奉献的主日，咱会当得到咱真敬听的陈义智牧师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分享生命的根基这个主题。咱即点将时间交予陈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第一次来到咱罗州教会，而且来讲道了应该袂使讲第一次，因为我有来过几啊摆礼拜，不过第一摆徛伫讲台顶，嘛是做真好的机会，拄咱的文字传道奉献的主日，互我受派。本来是后礼拜因为咱国新牧师甲林义冠牧师，因过去牧养的报道教会，今仔日拄100周年啦因来赶落去参加下晡，所以咱国新牧师有敲电互我，看会当改时间无啦伊问我今仔日会当来，所以我就紧甲公布社联络，佫会出哩我甲后礼拜原底要去，本来即礼拜我甲伊调换所以就真顺利会当今仔日来到伫咱教会，我嘛知影咱6月18，咱有举行设到150周年，即个感恩礼拜迄天我本来要来，总是因为有拄着代志，所以无法度来。伫遐甲咱恭喜，咱是老教会啦150年，这是无容易啦咱中间会当活到100岁就足够啦150周年通讲是老树头啦不过我看到咱异象啦在下顶管传承马街，延续使命，广传福音，维新教会复兴罗州这个心肝真大本来我想要复兴台湾好，
泸州若复兴，台湾就复兴啊啦，阿免。过去咱叫做回上州嘛，吼，所以我想上帝将马街找伊来到台湾，伫咱遮野青子、电棍、生团，到现在，咱讲一定要安尼做班长，应该是无，代代相传啦吼。到即个时代，就是宣告的责任就是交伫咱的手中吼，所以今仔日是通过文字传道。咱想讲传道应该是用讲的嘛吼，用喙去宣扬，总是文字伊的重要性是比讲的搁较好。因为咱讲过，你可能回去都袂记啊。敢若记牧师拄仔讲啥物笑话，圣经的真理，念伊都袂记哩啊，可能还佫变来看。若无后礼拜。牧师佫甲恁咱牧师佫甲恁问者讲，顶礼拜咧，当牧师讲啥物题目？圣经在倒位？咱可能我佫找者安尼吼，拢是文字咧，互你经过数十年，甚至100年，拢佫记载，袂无去。所以咱需要通过文字，互伊代代相传啊，甚至将上帝话。记条，所以我有带来这个清安的影片啦吼，可能我都莫占伤侪时间。不过今仔上要紧就是讲，咱除了关心奉献以外，主要就是咱爱将文字好好来善用啦，吼。咱知影文字传道其实敢若毋是敢若台湾教会公报社那定。佫有啥物？新书者嘛是，伫咱长老教会，新书者是即个青年的、大专的，即个刊物。我相信真侪人捌看过吼。咱目前教会公报社有做真侪只事工，除了逐礼拜的周刊以外，咱佫有啥物更新有无？其实咱即摆拢真善用即个网络，咱嘛会当通过网络来看到新闻网。咱佫有逐工有新眼光读经运动，有无？迄嘛是广播社所印出来吼。好，嘛有即个甜蜜亲子报，还有少年的新眼光，佫真侪丛书啦，有真侪见证集，有真侪真好的册。咱广播社是伫台南，毋过台北嘛有广播社，伫倒位？中辉事务所，捌去过无？顶头无几个，你若有机会坐捷运啦到迄个台电大楼2号出口，行一个路，散一个步，就到位啊。伊即摆遐佫会当啉咖啡，嘛会当伫遐来看册，看了佫甲买册，安尼好无？好恁讲的即摆有足侪退休无代志嘛，就罔坐车佚佗，罔溜溜看看咧好，所以期待咱今仔日会当用行动，来表示咱对文字传道的关心，好无？好。所以行动是啥物？对，无搁大长样内底缀啥？对。好，安尼拢有讲好啊好，不然即摆来看即个清安的影片啦来拜托咱的同工。圣经顶面记载，无问题吼。有一个变衰的，伊有4个好朋友，跟伊来就近耶稣。
耶稣看见因的心，就对变碎的讲：细囝，你会做啥物人？的确，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台湾教会公报社长期以来，透过着文字，透过着刊物，透过着出版，也透过着侪文化创意的商品，一直咧扮演着正做每一位兄弟姊妹心灵送向要得到平安，或者是信仰起造的好朋友。今年伫全世界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就是人工智慧的进展，互真侪人感觉真惊吓。若像电脑已经要取代人会通做的代志，电脑拢有法度做到。但是事实上，这个电脑后壁的这个文字并无消失。台湾教会公报产生这优质的内容，探讨教会议题，这拢是电脑无法度取代的。台湾教会公报长期以来希望互读者有更较好的体验，所以对3712期开始，教会公报要专门换做大字版，互大家咧读的时阵，有更较好的体验。甚至教会公报嘛期待会当有新的改版，包括母语，包括一个教会新闻议题，互咱正兄弟姊妹拢会使伫即份报纸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对公报社会读到遐个社论，我特别会读，就会感觉因的看见有当时我家己无看见，我会足感动，因为我遮老要搁去倒去读，拢对公报社的教会功课，读到遐个神学家，也是讲遮个少年牧师咧写咧解说圣经、解说神学家的资料，我嘛知影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有做的人总是伫上帝内面，我要成做一个好的牧师来见证上帝的话，拢无倒退，无灰心。我无论拄着枵饿，还是富足，我拢留恋；无论是食饱，还是枵，我拢总留恋。踮伫迄个守事配力的上帝内面，伊逐项都拢会。这次冬令营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公报社他捐赠了30多、40多本，那他们愿意全然的贡献，所以其实我是看到说这么有心，还有这些写作家，还有这些画图的这些绘本的，我相信他们也都是有那种无私的奉献，其实他们是很快乐。我是因为神爱你。神爱我们，而我用这样的爱来爱你们。耶稣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感谢主，也感谢咱众兄弟姊妹，恁对阮的关心，对阮的带导，对阮奉献，互阮的确会当哪做哪好。遮要来邀请大家继续成做公报社的好朋友，来保照。阮每一年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愿主赐予咱大家，也愿咱成做彼此的祝福。多谢。圣经顶面记载，好，咱到遮就好了吼。多谢。咱三个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你嘛是阮生命的主宰，阮对你来也要倒转去你遐。主啊，无论阮是生还是死，阮拢是属于主的人。愿你赐福，互阮要活地时。会当将阮的生命根基定根伫耶稣基督。愿主帮助阮，通过今仔日，阮的自责，阮的领受，无论讲的、听的，拢对上帝遐来得到真的智慧，嘛有实践的力量。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
伫我未讲到进前，我有带我的乐器来，我伫顶年退休了吼，我牧会当中有36年久。过去咱的伊娟牧师是我的新学生，毋敢讲看伊大汉啦吼，但是有做伙同工。国成牧师嘛是我伫台南的时，我有带因的实习课程吼，伊嘛是我的学生啦吼，所以通讲，因为我迄阵仔嘛少年，伊嘛少年吼，所以阮拢变少年安尼。好，真欢喜因会当对南部到中部来到北部吼，过来李淑珍长老吼，淑珍姐嘛是我真好的同工好朋友吼，阮中会也是讲伫马街病院伊嘛互我真侪帮赞吼，我嘛真多谢伊，伊嘛真疼惜我吼，愿上帝看顾。我要来演奏2首啦吼，因为我过去未做牧师时，我是一个乐师啦吼，捌伫迄个古巴乐团吼演奏几啊年的时间，未达成的进前。所以这是上帝予我的恩赐，我得用乐器来学落伊吼。惊时间拖伤长啦吼，我本来想要演奏2首，可能先念1首就好啊吼。我要来演奏一首《亲爱主牵我手》。我会要演奏这首，就是因为我最近嘛拄着人生的低潮吼，详细内容我都无要讲吼，毋过这首歌也带互我真大安慰，嘛会当安慰你淑真长老吼，互阮伫即款的低潮的中间，上帝要牵咱的手。这首圣诗伫589首吼，咱会当掀开来看吼。
那个一边打来祈祷。主，我感谢你，虽然阮拄着心内忧伤、恶担当的事，这是阮知。主，你要牵阮的手，你要互阮佮继续伫忧闷艰苦的中间，你要带阮向前行，你要牵阮的手，无佮跋倒，你的话要安慰阮，你要扶持阮。互阮靠主刚强，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感谢主，通过你的诗歌，通过你的话来鼓励阮、安慰阮。愿阮通过今仔日你圣经话面的话，搁一摆来引带阮签名。互阮明白、了解，佮愿意去实践、领受。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我实在去要用路加福音第6章43到45节，甲咱来思考一个题目，叫做“生命的根基”。台湾咱称作叫做宝岛，荷兰人。来到咱台湾的时，伊安那赞叹：“哦，佛摩萨，美丽之岛，毋是只有风景水、有山有水、有树木、有草坡，更较要紧就是物产真丰富。咱到台湾，咱可能无感觉，你要食啥物拢有，对无？特别是果子啦。”
国语讲叫做水果，那咱台湾话叫做果子，吼。我苏摆倒去台南7年久，讲长也无长啦吼，但是这7年对我来讲影响真大，嘛，我感觉讲这个所在，互我真侪回忆。咱中间毋知有人是台南人无？有吼，哇，佫袂少，一两个啊。看无人要举手，人佫放啦吼。安尼无济啦吼，捌去过台南无？一定捌啦吼，对毋对？好来，咱即摆来去台南观光好毋好？好，那个叫做水果之旅。好，第一站带咱来去玉井。恁足巧的吼，即摆对我就是啦，对无？玉井有人讲叫做山城，因为伫山里要做阵入去吼，佫过着咱去台东啊吼。咱若要入去玉井，路边有一粒啥物物件？爱文啦吼，叫做芒果的故乡，咱台语叫做酸影，对不对？无人叫芒果啦吼。迄个若讲芒果，迄就是外省的吼。咱叫酸影。毋过国语个无讲现在。酸影有几种类？你讲看卖。土酸也对，爱先讲土酸才对啦。这内行的吼。无土酸哪有出来后壁只？过来咧，爱文红色的吼，过来较大粒的黄色的，金黄，至少这3种啦。不过听讲有搁较济吼，改良啊吼。我真爱食酸啊，特别热天的时阵啦吼。我迄个时伫太平间教会咧牧会，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叫做杨永敦牧师，伊嘛办退休啊，后来伊有疗伤吼。伊就是玉井咧牧会时阵，逐年的歇热，伊就会载一箱土酸啊来送互我食，对我好无？无收钱的呢。我牧师牧师这是你种的吼，用吓我种门床骹啦。我爱买的啦，无就是甲会友送安尼吼，扣安尼一箱送互我。你讲你著甲若熟啊吼，编起来，莫食伤济哦。若食迄个佮加食啥物物件？破布剂，捌听过无？则袂安那，则袂中毒啦，较袂身躯较袂上，你就是中毒嘛。我著甲编起来，逐工吼食130粒。你哪知？拄一个阿伯啊吼，去互医生看，转来药我算算的，敲电话特别放心吧，甲医生讲，医生啊，我这药啊吼，你开我药啊嘛才几十粒啊呀，你叫我食130粒，无够啦。伊讲你怎甲吞落去哦？我是甲你讲食113粒安尼啦吼。我家在有敲电互你，无即下就爱洗断啊。是安尼，我若中昼时吼，食饱了后，为冰箱摕出来3粒。土酸无带介大粒啊，对无？冰冰凉凉，甘甘甜甜，酸酸，酸酸是宜兰人讲的吼。酸南甜啊，你老酸老无？真正好食。伊肉无济啦，毋过安那滋味安那香。你佫冰过吼，心凉，味道贵，有影好食。著做满足。好，这是玉井的名产。后来，带咱来去东山。佫啥？鸭头东山咱宜兰有一个叫啥？嘛叫做东山呢。毋过台语叫啥？
东山、东龟山无共吼，东山哦，啊，这叫做东山。咱拄仔讲有啥？鸭头，啊，搁啥？咖啡，啊，搁有啥？啊，龙井啦，咱即摆是水果之旅呢。哇，恁讲我一项，吼，啊，拢有啦。反正遐就是错，无算吼。不过就咱拄仔陈牧师讲着丫头，我倒想到一个笑话。有一个牧师吼受邀请去一个团契演讲啦吼。啊，通常啦，演讲煞拢安啦，祈祷嘛，是毋是呢？结束祈祷。啊，牧师就讲啊，咱只是请鸭头来祈祷。牧师准备要祈祷时，一个兄弟就开喙祈祷啊。哦，佮抢我去祈祷，好啦，互你祈祷啦。哦，啊叫祈祷煞了吼，这牧师挡袂牢，问讲这兄弟讲，兄弟啊，啊我拄则无叫你祈祷，你若甲我抢去祈祷。我牧师讲奇怪，你哪知影我的绰号叫做鸭头？你敢若先知咧吼？误会啦，是讲鸭头。这笑话恁捌听过是无？啊无咱会知影。有拄则有人讲鸭头吼。好，但是我要讲，毋是鸭头啦，鸭头有影好食？龙井。我叫伫台南的时候，到伫迄座，我会带两个囡仔到阮牧师娘，我就开车，吼，啊，就去外口绕绕行行咧，啊，就去东山啦。啊，你知影迄阵拄啊，龙井拄啊生产的期啊，路边拢是种龙井，啊，无围篱笆，啊，无讲有一个园啊，吼，你著爱有人观光果园嘛，吼，无呢。伊迄个，你甲车停咧吼，啊，就捌会着啊。啊，迄吼，咱讲做结实累累啦，迄拢偌大拍咧，佮偌大坑，佮圆滚滚，好食款啊，好食款安尼啦。啊，阮查囝就甲阮爸爸，我要吃龙眼了呢，我要食龙井。我袂使，这有人种的，这有主人，哦。咱袂使共头版，靠袂停啦！我你来吃，爸爸来菜市仔买就好啊。不要，我要吃这个龙眼。都靠要食啦，啊，骗袂停呢，两个拢共款。好啊，只有我就祈祷啊，上帝啊，下面看。你知影做啥代志？对，啊，你手出来就慢落来吼，啊，为着要我查囝吼。满足啊！因食较偌欢喜咧。所以咱台语有一句话讲头版的过期啊呐，啊恁讲的吼。啊有影呢，真好食。第二年我搁去，都无共啊啦，无位，同款嘛是拢两边拢龙井树，毋过无共就是吼，伊个树啊拢挂足侪保特瓶，啊保特瓶内底毋知缀啥我毋知。像这树啊，哪爱啉水？结果我过去看讲，这棵龙眼树有农药。啊，你敢捌无？啊，果见吼，毋是干那阮去捌尔啦。伊迄就是路边，你车停咧，手挽咧就挽会着啊。迄个鼓励人去偷挽啊，吼。啊，不过吼太侪人挽啊，所以主人想无用即步，甲你吓惊。咁真正农药我嘛毋知，我就甲阮查囝讲袂使挽啦，这有农药，吃了会生病。哦，好，这是东山啦，吼，东山的龙井。再来，带咱来去关庙。哦，还有啥物件？关庙面嘛叫有名，吼对。迄若讲到往来吼，我做爱食。往来酵素侪啦，对咱的胃肠消化袂歹。啊，往来你知影有几种无？吼，迄你毋知影？听讲有20-30种咧，有编号的啦。啊，咱以前拢食迄土凤梨、土往来，听讲即摆往来酥吼，咱隔壁有一间龙凤堂，有无？
苏贞杰拢会带去买往来酥互我食，哦，伊足听话吼。啊，听讲往来酥拢是啥物？土凤梨去做的，土往来啦。毋过即摆已经发展到啥物？你食的往来，佮食的牛奶味、牛奶凤梨，啊无就色茄往来，迄只个佮有色茄味，啊嘛往来色茄，色茄食起来往来味，吼，我一直改良，一直改良，即摆甚至有迄啥物金钻，啊个啥？哦，金钻凤梨，听讲屏东遐嘛吼，足贵的呢，一粒啊200几箍咧。毋过往来确实好食，吼啊！即摆往来一支差偌济？我有当拢来咱泸州买呢，我到即摆到5块，吼，过一个桥就到吼，差不多70、80箍啦，即毋知有较俗无吼，有当较俗先变50、60箍吼。好。这是王关庙，再来带咱来去麻豆。中秋要到未？即摆5日节拄仔过啦吼，中秋还未到咧，可能3个月。有啥物件？油啊，还是讲文旦？你知影无？我有看一个文献啦吼，古早即个文旦哦，是。一般的老百姓袂当食，是专门种互日本统治时代，互天皇咧食的。咱一般人民食袂着，所以哦，文旦都爱食迄种老粽啦。什物叫老粽？愈济年愈好。你若超过30年、40年、50年，讲迄个老粽油啊，迄个文旦特别甜，特别好食。啊，油啊嘛需要靠雨水，所以今年吼，咱前半年雨水较少，迄包括奶鸡啦吼，奶鸡嘛有分做啥物纯米的啦，拢较细粒，因为欠水，吼玉荷包嘛无俗呢，因为欠收水少，啊即摆开始有落雨啊，吼，所以今年可能文旦应该袂歹才对吼，好。啊！你若咧食时，咱会记你招我食吼。好，来，佮带咱来去关仔岭。出产什物？温泉啊！对。关仔岭温泉甲咱北部无啥共呢。迄浸起来是安那？落，敢若落高啊糜吼。少年人听无啦，落看卖是泥浆啦，吼，那想，哎呦，迄咁洗清气，我歹洗过，袂歹，洗了吼，光骨光溜溜吼，啊足骨的，爱治病。你若皮肤无好的人，会当去浸关仔岭往来，这个温泉吼，表示讲我老啊啦吼，不过。关仔岭毋是甲温泉啊，佫有柑仔。我伫台南时，我带我的会友去访问一个关仔岭的长老，伊种柑仔山。伊讲牧师，即丛柑仔今仔日拢互恁包，要钱的啦。你若食偌济，你做哩慢，啊有食佫有掠，哦，大家咧拼死命慢啊咯。佫摕布袋，毋是布袋啦吼，塑胶袋啊吼。安尼有食个有掠个满满的，哦，真好。所以吼，互你看去，即只有台南人听啦。其实逐所在拢有，包括台东、高雄、南投、彰化，有无？甚至咱新北，逐所在宜兰、台东、花莲拢有种水果，这是咱住伫台湾人的福气啊！吼，咱定讲一句讲食果子啊嘛。拜树头啊！你食即个果子，你敢知影伊个果子树生啥物款？比如讲西瓜就好，西瓜有树无？无嘛，安尼袂好。即摆吼，国校的即个国小的乡土教学吼，做到诚好，拢会带遮囡仔去到庄脚，去到果子园，互伊实际去看。是安那？油啊，有树啊，柑啊，有树啊，葡萄肯定对吧？吼。
所以你看去树就知影讲伊的果子，就亲像今仔日咱读的圣经所讲的。讲到果子，我有想到一首歌谣，叫做《毋通嫌台湾》，这是林阳敏这个诗人伊所写的诗。伊咧讲到台湾的好，然后萧泰然老师伊作曲。我相信咱拢捌听过吼，伊拢总30个歌词。伊讲咱若听祖先，就毋通嫌台湾，吼，因为伫遮有田园嘛有山，吼，也有土地虽然有较矮，阿爸的肝，阿母的肺，压落乡土满世界。咱若听子孙，毋通嫌台湾，一遮有田园嘛有山，果子的甜呐，有无？讲到即句，五谷的芳，互咱后代食袂空。最后一节，咱若听故乡，请你毋通嫌台湾。虽然讨谈无轻松，认真拍拼，前途有望，咱的幸福袂输人。恁讲想要听即条歌？好，牧师来唱好无？吼，请咱伊这牧师来甲我伴奏吼。咱若听祖先，请你毋通嫌台湾。咱若听祖先，请你毋通嫌台湾。土地虽然有较矮，土地虽然有较矮，阿爸的肝，母的肺，阿拉乡土满世界。咱若听子孙，请你毋通嫌台湾。咱若听子孙，请你毋通嫌台湾。也有田园，也有山，也有田园，也有山，果子的甜，五谷的芳，互咱后代食袂空。咱若听故乡，请你毋通嫌台湾。咱若听故乡，请你毋通嫌台湾。虽然讨谈无轻松，虽然讨谈无轻松，面前打拼，前途有望，咱的幸福袂输。
而且咱的掌声吼，其实拍扑克对咱来讲，对咱的身躯健康有帮助啦。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促进血液循环，对不？所以音乐会先生都爱叫咱拍扑克，这就是要互咱健康，知道？所以咱搁拍一遍，来。练更勤嘛会拍扑克嘛吼，促进血液循环。第二项，阳光归予上帝，当然，最要强就是甲演唱的人、演奏人啦，一种的肯定甲鼓励，多谢。好，所以吼，以后若音乐会，吼也是讲有圣歌队若咧演唱，咱是讲啊，迄个俄罗上帝，咱会使拍扑克，无影。我都要讲这三个好处，对不对？所以是毋是爱拍扑克？哎，好，来，今仔拍扑克就讲到这啦吼。这首歌真好听，嘛真侪人爱唱，不过伊的难度较悬啦吼，有的唱合唱的，嘛有人唱独唱吼。好，我要讲就是讲，咱住伫台湾，咱看去果子树，食着果子，想着咱的幸福，想着咱踮伫这个所在，你通敢有嫌台湾呢？毋通，对不对？台湾是咱的故乡，是咱徛起的所在。所以每一摆咱看见果子树结出果子，伊迄毋是自然的啦。当然，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一丛果子树一定要经过好的培养嘛。伊有根，根是要吸收养分，伊嘛有充足的水，落雨有水源压水，有太阳有日头，所以伊才当结出好食的果子啦。拄则咱所读圣经路加福音6章4、34、50也稍讲到讲，咱来照着果子的好歹来认出树的好歹。伊安怎讲？因为无好树结歹果子，嘛无好树会结歹果子，敢若咧绕口令。意思是讲，好树才会结好果子啦，歹树就绝对啦，袂结歹果子。耶稣一摆看到无花果伫以色列，就是无花果甲葡萄嘛。讲这袂结果子的无花果就安怎？撤掉、烧掉，伊袂阁结果子啊嘛！你阁留咧创啊？所以有时候用树来代表一个人，用果子来代表人的表现甲行为啦。所以咱常讲教育就是百年树人，有无？你要培养一个人，要教育一个人，毋是随时看会到，伊需要一长长的时间，就亲像一丛树啊，为幼苗开始，慢慢啊，互伊大长，甚至变做足大丛的树，迄需要长久的时间。耶稣继续安尼讲，伊讲好人对伊的好所结出的好来认出伊的好，歹人对伊所结出歹发出歹，因为对心所充满的嘴就讲出来，有无？而且讲到心甲嘴的对比，就亲像树甲果子，树就是根基，因为心是人的生命的中心，心就是人的思想、行为、表达的发源，是咱人生的很多路方向盘啦。而且你讲的心，是咧讲这个心脏，是咧讲的咱的思想 mind。你心内咧想啥物？讲喙就安那，就会讲出来。迄有的人吼，讲话若无三字经吼，伊就袂晓讲话呢，有无？啊，无就爱有一句安尼，迄句第四音的。啊，若无迄句，伊就袂晓讲。变伊习惯，也是讲伊心内即咧想啥物？哦，所以古早人常常讲，歹人歹心肝。啊，无就叫啥物？
恶心肝，对无？对迄种人的心真歹，恶毒要害人啦。所以俗语一句讲：心歹无人知，啊，嘴歹安那上厉害啦。那么一句讲狗嘴安那吐不出象牙。嘿，有当时你伫电视顶看到这公众人物也好，政治人物也好，啊讲的话就安那，敢袂听你？袂听你，特别是伊心内咧想啥物，伊就安尼讲出。所以人的心看袂着，无要紧，毋过独独喙歹，众人拢知，因为喙甲心是无法度分开的。无过箴言第4章23节安尼讲，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什么根源呐？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怎么样发出来的？可见心甲行为、心甲嘴，拢是相关联的。咱即摆来讲一寡民族。咧讲清安的一寡礼数啦，吼！啊，咱台湾人那透早拄着人，咱来讲啥？食饱未？对无？吼！即摆少年人较无安尼讲，拢熬早，啊不 Good morning 啊，这外国人咧讲的吼。拢讲以前拢讲到食饱未？有无？有是安尼问？意思是讲较早的人吼，生活较歹过。有一顿无一顿，无咱来唱着透早着出门，天色渐渐光，啊，过来，好过，毋对啦，你唱伤紧啦，为着过三顿，好，毋惊掺水啊啦，冷酸酸啦，吼，冷酸酸啦，吼，为着过啥？过三顿啊！恁去食头路，敢毋是为着腹肚？过腹肚啊，拼经济啊。有影，食会饱就表示啥物？你过来袂歹。这事实啊，所以来讲食饱袂。好，啊，即摆咱食较好啊，经济袂歹啊，咱就讲熬早，对毋对？哦，熬早，好来。啊，其他大拢会讲啥？平安，为什么讲这句平安？这耶稣教咱的呢？耶稣伫过完了后，看到学生有无？伊讲什么？愿恁平安啊！啊，你有平安无？有吗？虽讲平安，心内安那？真侪烦恼，会袂？会啊！所以耶稣就甲咱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伫世间恁有苦难啊，总是恁通放心，因为我较赢过世间。我所享受恁的平安，毋是世间人所会当互恁的。伫我内面才有真实的平安啊！什么是平安啊？捌有一个画图比赛，主题叫做平安，最后200图要互人票选。第100图就是伫足平静的一个山的内面，一个湖，非常安静，迄个湖面真有镜。你当我去到遐，哇，人间仙境，无风无雨，非常的平静。安尼是咪平安？咱是咪讲毋望讲国泰民安，无风调雨顺？大家毋望安尼啊！你敢爱破病？你敢爱拄着死实？你敢爱拄着患难、失败、害人家手？无人惊。毋过偏偏咱拢会拄着啊！所以，另外100图就是画伫迄个瀑布下口有一丛树，迄水直直墙，树顶有一个鸟仔树，鸟仔树内面有一只鸟仔母，咧顾伊的鸟仔囝喂啊食。迄鸟仔囝困甲足落眠的，虽然外面迄个雨、迄个水一直呛，真比足危险的。总是迄只鸟母咧照顾因、保护因，所以因困了真安稳。后来这200图，那互咱来票选，
请问你要选第一幅图是平安的举手，拢无人摇。啊，第二幅图的人请举手，啊无举的咧，无300啊，无意见。不过看出来，多数的人啦吼，拢会选第二幅图，为什么？为什么？咱咧讲平安，这就是咱的心内无平安呢。毋过若是着主的话甲咱讲，伫我的内面，恁当放心，因为我较赢过世间。我守住恁的平安，毋是世间人所互恁的，因为伫我内面有真实的平安，就是苦难中的平安啦。主甲咱同在。好，所以咱每一摆咧讲请安的时，讲平安，咱真是对心里甲伊祝福。毋望你有得到主耶稣赏赐的平安。日本人真有礼貌，对无？有礼数的民族。透早因会讲啥物？おはよう，佮较有礼貌爱安怎讲？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哦，啊，到中昼的时咧。こんにちは，你袂使讲おはよう啊，吼，こんにちは。啊，到暗时咧，就头落山，こんばんは，吼。命咧，后要困啊咧。おやすみなさい，哦，恁足够诶，哦，拢会晓。哦，所以有看时段啦，吼。啊，若韩国人咧，应该讲一句尔，안녕하세요。无论啥物情形，拢讲安尼哦，是哦。我有一摆吼，甲一个韩国牧师伊也讲中文啊，阮做好诶朋友。我甲伊讲哦，恁咧讲安尼哦，是哦，是学阮台语诶。伊讲哪有可能啊？我讲怎么不可能？你们很多韩国话都学我们的啊。감사합니다，感谢啊，感谢啊，스리합니다，谢谢啊，敢毋是？哇，日本迄个棒球队西武啊，迄嘛是咱台语啊，西武嘛。西武啊，对啊，拢嘛做者拢甲咱好多话要讲啊吼。我会记得郭彦明牧师啊吼，以前牧师就知，捌过伊甲阮上课过。伊捌讲就讲吼，咱咧讲一个人你过了好无？通讲啊，你好势好势无有无？啊，你即马好势好势无？所以吼，安尼好势好就是咧讲，安尼你有好势无啦？啊，个毋是？啊，就是讲你过了好无？安尼你好势无？安尼好势哦？伊听咱讲，很有道理啊。吼，啊，摆你拄韩国人，你甲讲，恁即句学完的吼，这我有研究啦吼，不过瞎掰啦吼，真有可能啦吼。吼，那有我就要写论文啦吼。好，所以我要来讲就是伫新疆啦吼，新疆伫中国嘛吼，也讲伫古早一个部落。因有一个风俗，就是讲因见面的时无讲话，爱吐字。咱即样刮喙炎，吼来，咱即摆甲喙炎先摕落。啊，你甲边仔人吼，吐字者，国姓牧师你无吐字，奇怪呢吼。因互相见面的时无咧讲你搞早，还是你好无吼？你好。拢无讲这哦，拢安怎讲？迄边的伊个风俗，毋过这风俗听讲有伊个典故啦，有原因啦。原来吼，就是古早因有一个统治者，一个王啦，在位多年，作恶多端，真歹王啦吼，安尼。共抬、共偷、共抢、共占有、剥削，暴君就对啦。虽然是一个部落尔，无介大，不过大家哦，气到要死。所以呢，大家想要安怎革命，要刣死。后来真正这个王去王刣死，刣死了安怎？甲伊心肝挖出来，啥物色的？黑的，你也知？哦，真正黑心肝嘞！啊，佮甲伊喙齿割落来，啥物色诶？嘛黑色诶，对。哦，所以后来知影讲，
要知你是好人啊歹人，心肝你看袂到嘛？啊，喙齿咧，真紧就看到啊！你莫笑呢，你来去看中医的时阵有无？是不要看你喙齿，舌头伸出来，会当看出你的身躯有健康啊无呢？是红色的，而且有白色的，对无？有当有一寡色质，也是讲舌苔。你的胃无好哦，你困眠无好哦，中医偌厉害咧，佮甲你赞美，佮看你的喙齿，有无？对啊，佮好人歹人，敢真正看喙齿？首先我看者，你好人，我是毋是安尼看啦？耶稣安怎讲？好人对于心内所积聚的好，发出好。歹人对于心内所积聚的歹，发出歹，因为心所充满的，嘴就讲出来。所以你看，歹人所行路是什么款的路？歹路嘛，歹路毋通行。你看遐政治人物，无毋是河西欺负冤巧，伊的心拉散。毋过好人的心是清气，无拉散。无做歹事，心怀诚实，气绝罪恶；无做亏心事，言语品行，拢是正直。要知影才会当好树结好果子，是在地的根基啦。所以共款，人生命根基是在地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讲：我就是葡萄树，恁是枝，常常伫我内面的，我也常常伫伊内面的。这个人就要结果子侪侪，所以主耶稣是树，咱就是枝。所以咱讲生命根基是什么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树，咱就是枝。咱有基督的款式，咱有基督的生命，咱有伊的性质。树甲枝袂当分开，亲像基督徒甲耶稣本身袂当分开啦。咱爱有伊的生命的款式。咱嘛免烦恼，枝会当做甚物？咱只要结连伫伊，我可以降服伫伊。所以咱讲 in Christ，in Christ 是信可以结连伫伊。当咱完全降服的时，每日甲主结连的时，点伫耶稣基督，就是全心全意信可以，常常点伫基督 in Christ， 就要结果子侪侪。是啥是丰盛的果子。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有一个民俗的师傅伊专门咧做面具啦，面具 mask， 毋是即个口罩面具。伊咧拄仔甲剧团咧打造一批即个面具。拄仔有一个朋友来找伊啦，人问的时就看到即个师傅，哎呦，就问伊讲你是毋是？最近心情无好，那面色煞歹。这师傅无啊，我无啥物代志啊，我只是咧工作啦尔。这个朋友无讲啥就离开啊。3个月了后，这个朋友过来找伊，一个入门就看，恁兜有意思气色袂歹哦。伊讲嘛无啊。都奇怪，3个月前甲3个月后，这个朋友甲我讲的话，哪会拢无共倒变？后来想到原来原因出伫倒？原来3个月前，伊拄咧打造一批妖怪的面具啦，妖魔鬼怪伊毋捌看过所以就用想象的青面獠牙、假牙切齿，对无？歪喙尾，爱目睭凸出来，所以心内咧想的面就安那，就表现出来，真正，你家己看袂到。别人拢看到，3个月后，伊即摆咧打造是啥物？天使的面躯啦。所以想的就是啥物？遐真古水可爱，真温慈真古水真和谐的面貌啊。所以就有笑面，气色真好。认为你的生命表现如何？在伫你的根基。你有甲主结连无？
你有踮伫基督内面啊无？你有耶稣基督心做心啊无？请问耶稣的心是什么心？他说我心是温柔谦顺。我的查某孙叫做罗谦啊吼。当时因爸母要号这个名，我们这个名好，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温柔谦顺。咱拢会当温柔谦顺，那呢，咱就要结出好的果子，献给咱的上帝。咱三脚头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生命的根基。阮知影，阮着爱结连伫你，阮着爱甲主同行，踮伫基督内面，完全信靠。愿阮会当成做好树来结出好的果子，就是阮会当甲主同行、同心、同结连，互阮有基督的香味，通栽里助力一丛真的葡萄树，互阮会当结出生命果子来迎神益人。愿主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即咱大家起立，咱来念回应诗617首。上帝啊，伫你园内。即点咱来奉献。今日是拄则牧师特别搁来甲咱提起文理传道奉献的主日，吼，所以即咱来同做支持教会公布，吼，因伫主要事工的顶面，伫教会公报之外，咱逐礼拜逐个主日会当摕到的教会公布之外。佫会更新周刊、甲新眼光读经，吼，也是咱伫咧用的，甲少年新眼光、甲田立亲子报，伊这拢是全部都是免费索阅给我们教会的福音文字宣教施工。咱来请兄姐，咱来同心来祷，甲奉献来支持。
或者咱同齐起立，咱来念红海的诗歌。请坐。即条咱要来读今日的金句，约翰福音15章第5节，咱同齐来读。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也我踮伫伊个，就结果子多多。因为到我3年，恁就袂做什物。咱搁来读一解。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也我踮伫伊个，就结果子多多。因为到我3年，恁就袂做什物。这约翰福音15章第5节。真感谢牧师今日带领咱今日甲咱用咱来当作就是生命的根基，甲咱提起。咱主要说是葡萄树，咱是基踮伫基督内底吼。好啊，即马课来，咱要来欢迎甲报告。今日无新的朋友嘛吼。啊顶礼拜有2位新朋友。泽瑞甲培育夫妻有跟我来华语堂的哈，好，那我们再欢迎他。啊，我今日看到白长老真久无来，来咱来甲欢迎，嘿，哦，白长老夫妇哈，真欢喜，当看到因健康啊，佫足帅的，佫足水哈，长老娘水哈，长老帅哈，真元气饱满哈，感觉真健康，上帝真祝福哈，真欢喜。咱今日下晡宝岛教会设到100周年的感恩礼拜咱2位牧师要代表咱罗州教会前往祝福第3项报告的代志就是7月8日就是昨早起，咱陈牧师带领小会员到婚林斗六为义法兄举行洗礼。并且举行圣餐，诚做陪餐的新年会员，愿主来祝福。出席昨伫个会场内底有30人，陪餐会员27人，是一方感觉真感动，义法兄真感动，一直流目屎，咱也为即个家庭继续帮伊祈祷，求上帝坚固义法兄的身体，伊的信心坚固，互伊的身体勇健，祝福伊的囝儿4岁，拢会当转来到上帝国度内底，从继续领受上帝大的恩典甲丰盛的祝福，咱下主日就是第1堂礼拜结束了，咱要搁踮教会1楼举行个人布道方法跟技巧。顶礼拜因为有一讲就是新营姐妹敬邀大家一起来参加年度查账嘛是下主日礼拜结束了咱本会财务组同工那邀请就是请各单位的人员备办该受检的簿册配合来办理第2项就是咱第1届咱罗州教会第1届的甲泸州跟韩国3夜短宣，就是伫7月26号甲31号咱这届主题是一起爱泸州咱罗州教会踮咧咱泸州会当诚做
诚做社区的祝福安尼吼。啊，咱开始咧做遮事工的时阵吼，一定需要咱大家带动吼，甲关心吼。啊牧师有分配吼，就是牧师做总召集人吼，伫咧第7项的部分吼。啊，礼拜组、团队组吼，啊，甲管服务组、总务组、财务组吼，甲教育组等等拢有分配遮事工吼。啊，请咱各位兄姐，咱也来到支持遮事工吼。教会起做需要咱大家同心同力吼，来为教会遮事工吼，咱同心同力起做，才有法度建设咱的教会吼。就像咱今日二弟牧师伊嘛，佫特别甲咱提醒，咱是150年的教会，是一个老树头的教会，互咱所做的代志吼，甲咱的信仰，甲咱所行踏出来，拢是3合2的吼。好，啊，佫来第9项就是第8项就是8月5号吼，要加敬拜赞美的培训的人员吼，请着廖义珍老师来主理，啊，请敬拜赞美咱的团队成员来出席吼，就是主理、配唱、乐手跟音控吼。啊，第3甲大家提醒，就是爱请大家备办心吼。啊，佫来就是第9项，就是教会咱目前吼，咱办真侪教会的事工吼，团队做足辛苦吼。开办社区的妇女合唱团吼，这是每礼拜日下晡2点到3点半吼，对7月18开始吼，就是下礼拜咱要开始吼，费用就是一支12厝500块安尼吼。咱怡娟牧师甲咱义务指导吼，欢迎咱邀请社区吼爱唱歌加妇女参与吼，这叫做妇女合唱团，特别就是针对妇女吼，所以咱来邀请咱社区的合唱团，咱同齐爱唱歌的同齐来吼。啊，咱佫另外一项要开办的，就是8月2吼，就是每礼拜是暗时吼，对8月初7开始上课，是叶联合长老来授课吼。即项拢是团队组秀兰长老伫咧开课的时间吼，真辛苦吼。啊，咱若有啥物有即2项吼要参与的，咱来甲伊联络吼。啊，每礼拜3暗时的查经祈祷会啊，邀请大家来关心守望代祷吼。啊，另外就是教会150周年的相关的活动吼，请兄姐咱逐地关来关心吼，回应上帝的听堂吼。啊，团契的消息，咱今日吼7月8号到9号，就是今日佫有吼早起甲今日即个主日9点到下晡4点。伊各地主办暑期的儿童营吼，谁是我的邻舍吼？啊，青少年团契从8月18到20号吼，伊嘛要去生活灵修营吼，就是基督徒的信仰跟价值观的9份教会吼。啊另外佫有一寡咱其他相通的部分吼，有一寡生病吼，啊移居当兵吼，或者是一些病后在调养的吼，请兄姐咱同齐来关心吼。啊咱吼相信吼，为什么咱的大岛、咱的事工的报告甲大岛的消息，每礼拜拢安尼看吼，就是吼，咱爱相信基督的力量吼，咱基督咱就会信吼，所有的代志拢是咱教会遮时大时小，啊，甲咱教会的事工吼，咱从遮的事工摆伫咱每日的基督的内面吼，咱同齐来去做咱的教会。互咱伫教会听教会的心来得到旋转，吼。好，咱的报告到遮，请牧师补充。先感谢陈义弟牧师前来两乐相助了第一个讲道乐，第一个有音乐乐谢谢多谢医师牧师这是对于16号改来今仔日好牧师两位牧师今仔日可以轻松回去北斗教会参加他们的百年的社交的庆典经过150年，佫爱转去参加100年所以活150岁转去变100岁就较轻松今仔日嘛，互咱用文字施工文字事工感谢牧师甲咱语言来教学那咱把焦点就除了今天今仔日儿童营咱嘛做伙三甲来关心儿童营到下晡结束。到7月26号，就是咱第一次办即个短宣。其实上届
第选上介好的成果，就是咱家己本身参与伫即个中间，互咱会当出去甲社区互动。那因为今年是第一届，咱甲焦点放在除了我们家庭的探访，那就是跟社区的连结所以咱即马有书法班，嘛有合唱班，然后未来阁有书法班透过去宣传，会当互人来咱教会，互咱教正做社区的祝福。如果咱的兄弟伫7月27、282天，你若是方便家庭开放，牧师也是同工带第选队去恁兜探访，去恁兜访问安尼你着来填写伫下面上好是恁兜有较无来教会，还是想要来邀请袂来的，你着安排伊有伫的时间，伊同意的时间，互咱第选队甲同工会当去甲因兜，家做一个邀请，还是做一个个人的报道。安尼这较是重点。如果阮兜若是拢基督徒，拢已经有来参与教会服侍，安尼你着也是可以啦，就是讲咱尽量让希望我要邀请阮厝的人，我拢邀请袂来，咱是透过因去甲恁兜甲恁问看，你有好势无安尼啊势透过无共种语言的邀请，甲无共国的基督徒，其实有当时嘛会安尼感动讲，人别个国家嘛是基督徒全世界拢有基督徒，透过安尼来做一个，互咱邀请咱教会足侪兄弟咱厝里的人安尼，佮邀请就是咱会当，你若是提早退休，拢伫厝拢无代志，也是安怎都合会使，你着拢来教会，因为咱的教会需要足侪同工，主要带因去沿路报道，还佫有有煮饭服侍，然后还有散伙。即摆即摆拢咧组织透过咱教会的小会6个组组织，嘛毋是只个组员，就是同工，咱就是平常时咱会使，就是变成即组的同工，无有的人爱上班，等于讲白日时就爱透过安尼来侍奉而且牧师甲大家做伙邀请，7月16号，佫有一个较深入个人的报道，天心姐妹，因为较早伊有伫学院传道会，透过伊的生命的经历，甲伊个人报道的经验，来甲做一个真好的分享。安尼到了就是7月26号，咱备办新以上。多谢牧师甲咱提醒，咱煞只咱来念马变诗第397首，咱同齐起立，念诗线咱请一志牧师帮带咱祝祷，带咱祝祷。大家来领受上帝赐福，愿你大家你的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人三甲地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咱默祷闭会。
谢。